發哥提供資訊，所謂禽獸，聽住，禽獸早晨。所謂禽獸，全世界嘅禽獸，早晨。我係發哥。有啲人話着草危險危急關頭就會出事，即係大難臨頭各自揮。萬一你拍緊拖，你條女陀手攆腳，有下一代，你會點做？係啦，你都唔想坐監㗎啦，但係呢，你偏偏想當初生埋下一代，該會唔計正常嘅，你咪俾嗰班癲狗追緝啊、通緝啊，又或者係啦嘅話呢，就會出事。即係如果我有老婆嘅話，就可能會點樣？如果俾我選擇呢，冇話我無情啦，係咪先？咪走人咯。如果一有危險嘅話，女人陀手一定陀手攆腳㗎啦。但係你走又唔係，咩又唔係，咁我唔撚知你係。我見到你都煩，我見到呢啲禽獸都煩啊！你班禽獸，如果俾我就撇嘅，係啦。有時諗真，唔係冇機會見嘅，監獄見咯。你接唔接受到啊？女人咧最頂籠咧，等你8年啫。但係咧嘅判刑詞咧，法官玩嘢。律師玩嘢，又話驚踩到警察嘅底線喎。咁啊點啊？咪判你24年咯，坐24年監，扣減1年，我當你23年。女人最頂籠都係等8年嘅啫，最頂籠係啦。就算佢下一代都冇用㗎，揾第二個咯。係啊，呢個咪代價咯，即係點啊？咪走人咯，揾第二個咯，揾好過你嘅男人咯。你中產啊，佢揾大富豪添啊，就係咁咯。係啊，你以為冇代價？你以為啊？梗係有啦，傻仔！強姦你又識，溝女又識，咁你有冇諗過呢啲先？24年後，跟住佢都揾咗第二個嫁入豪門添啊！係真㗎？信？你唔信啊？咪試下咯〜